大家好，我係陳家善。本港再新增2宗流感死亡個案，今年流感死亡人數增至142人。醫管局話，農曆新年期間會加派人手應付公立醫院需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擔心，如果有人同時感染禽流感同埋季節性流感，病毒可能會發生基因重組，呼籲高危人士盡早接種疫苗。醫管局話，今年流感高峰期嚟得急同快，喺農曆新年期間會增加兼職人手應付。目前深切治療部嘅使用率由5-6成上升到去9成，醫管局已經有應變措施。我哋而家大概有200張呢啲咁嘅深切治療部嘅病床，但係其實呢個數目而家係大概9成咧用緊，但係唔係話等於咧，如果滿咗咧就冇辦法嘅，因為我哋仲有第二啲叫做加護嘅病房或者病床，如果加埋嗰啲咧可以去到300都得嘅，亦都咧如果真係再需要嘅話咧，喺嗰啲急症嘅病房咧一部分咧都可以轉做嗰啲。醫管局同醫學會亦都呼籲私家醫生喺農曆年期間應診，舒緩急症室非急症病人嘅需求。目前流感死亡個案入邊，超過9成係65歲或以上長者。有專家建議政府制定長者疫苗接種嘅比率，可以參考翻一啲發達城市同埋國家，定下一個6成至7成嘅比例啦。咁長遠嚟講咧，我相信對香港嗰個醫療嘅通脹同埋減少咧一啲不必要嘅住院同埋疾病咧，係有好大嘅幫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建議，包括長者在內嘅高危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唔好等到4月份針對 H3N2 型嘅新疫苗。佢話目前最擔心係有人同時感染禽流感同埋季節性流感。禽流感喺一個社區爆發，而佢同時呢個社區呢亦都有季節性嘅流感流行，咁就會變咗一個條件呢，即係創造咗一個條件呢，又有可能呢同一個人身上呢感染咗2種嘅病毒，因而呢有一個基因重組嘅可能。當然基因重組嘅後果係點，其實冇人可以預料嘅。高永文預料新疫苗嘅數量唔足夠應付需求，會交由衛生防護中心嘅專家小組考慮係咪優先提供俾醫護人員使用。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一批不滿內地水貨客嘅市民到屯門區嘅商場同商鋪抗議，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噴霧，有警員同示威者受傷。一批市民響應網上號召喺屯門示威遊行，不滿近日有大批水貨客嚟購物。示威者喺商場外抗議，警方設立封鎖線，並且舉起紅旗。呢個係警察警告，不得超越警察封鎖線，否則警方會使用武力。至到近挨晚6點，有示威者同警員突然衝入商場。現場消息話係商場入邊有示威者同警員多次推撞，情況混亂。期間一度施放胡椒噴霧。喺混亂中，有人倒地受傷，亦都有人被抬走。有警員同示威者受傷，坐埋一邊。地下見到有紅色油漆。有冇身份證啊？商場內唔少鋪頭落閘暫停營業。示威者下晝先到城巴 B3X 線開往深圳灣口岸嘅跨境巴士站，要求巴士公司嚴格執行唔可以攜帶過大行李上車嘅規定。佢哋之後又到多間藥房，聲稱要購物，警員在場維持秩序。有藥房要收起貨物同埋落閘。有屯門居民話：內地遊客太多，影響日常生活。例如你買餸啦、食飯啦，咁基本上我哋都要去屯門市。我哋其實得屯門市中心嗰度係可以活動嘅。但係而家現市中心基本上都好多大陸人喺嗰邊，即係去嗰度購物啊，去嗰度消費啊。其實基本上係咯，即係你連禮拜6日你都要同人逼咯。入境處話，臨近新年會留意會唔會多咗水貨客嚟香港，當局可能會拒絕水貨客入境。內地人從事水貨活動呢係一直都有嘅，
不過呢，係我近來嚟講呢，我哋並冇睇到一個明顯嘅增加嘅趨勢，我哋並冇睇到啊！我哋唔好忘記呢，唔係所有買嘢嘅人呢就係水貨客。佢表明會依法處理水貨客問題。入境處數字顯示，自2012年9月以嚟，當局一共拒絕大約25000個懷疑水貨客入境。無線電視記者鄭瑞文報導。廣東省政協會議有委員發言嘅時候，批評本港青少年對法治嘅觀念淡薄。由駐廣州記者李君雅報導。廣東省政協會議嚟到第2日嘅大會發言，有委員提到有香港年輕人參與佔領行動。香港青少年對法治的觀念淡薄，而且對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民族救亡圖存的光輝歷程缺乏認識。因此，在反對派的誤導和煽動下，青年學生在違反佔中期間成為了主力。佢又批評佔中示威者嘅訴求挑戰憲法同基本法，認為對青年嘅再啟蒙教育應該由法治同國情入手。非法佔中行動公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決定，從本質上是對憲法和基本法的挑戰。因此，香港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學生，都要認識憲法的重要性，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性。李文斌呈交嘅書面講稿，同時批評佔領行動嚴重荼毒青少年嘅國家民族觀念，又形容國情教育係不容拖延。有省政協委員提到，呢2日連喺小組討論入面，至少一半嘅議題都係圍繞住點樣做好香港青年教育，培養佢哋嘅愛國心。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李君雅報道。泰國軍方拒絕前總理英拉出國旅行申請。曼谷郵報引述軍方消息報導，英拉早前向國家和平與秩序委員會申請今日到香港旅遊。報導話佢計劃喺香港同哥哥前總理他信會面。但係委員會話，英拉被控出任總理期間喺大米收購項目上瀆職嘅案件已經處於起訴階段，為免影響司法程序，所以拒絕英拉申請。英拉代表律師就認為，檢察部門起訴英拉瀆職，即係屬於起草階段，並未提交最高法院。英拉出國旅遊嘅權利同埋自由應該受到保障。英拉上個月底被國家立法議會彈劾，5年內不得從政。台灣復興航空客機空難，航空公司同遇難者家屬會面，確認發放120萬新台幣殮葬費，而後續賠償仲要再協商。空難至今造成40人死，仲有3人失蹤。再有復興航空客機墜毀之前驚險嘅一刻曝光，片段可以見到客機撞橋之前喺建築物之間穿過，距離最近嘅21層高大廈嘅天台大約只有50厘米，機翼緊貼大廈掠過。而喺基隆河嘅搜索工作進入第5日，範圍集中喺南湖大橋下方。目前仍然有2個大陸同1個台灣男乘客失蹤。消防部門相信3人嘅身體仲係住安全帶，沉落2-3米深嘅河底，多次出動蛙人搜索，但係水下能見度接近0，阻礙進度。整個基隆河岸的部分啊，裡面有很多的這個鋼筋或者是水泥塊以及其他的雜質，所以我們在搜救的過程當中，尤其是要潛水下去的話，顯得特別的這個危險。復興航空上晝分別同台灣以及大陸嘅死者家屬協商後續處理。復興只係確認將會發放120萬新台幣殮葬補助費，而進一步賠償將會有第2次說明會協商。但係根據舊年7月澎湖空難嘅賠償額，台灣傳媒估計今次空難嘅總賠償可能高達6億新台幣。復興亦都已經按民航局要求安排駕駛出事 ATR 系列飛機嘅71個機師接受重新考核，唔合格嘅就要停飛。因應人手不足，估計復興大約40%航班受影響。無線電視記者胡燕榮報導。休息一陣，翻嚟會報導。而家有2000幾人等緊器官移植，政府話本港器官捐贈者唔足夠。美國有大學計劃推出手機 Apps，幫助家長遙距監察仔女有冇走堂。